后来乡亲啊，婚临北港的灯会，明仔载要起鼓。今年是规划10大灯区串联着100年的古镇。2026北港灯会要伫咧明仔载正式开幕，结合国内外13组的艺术家和团队共同打造，将北港镇打造出大型的灯会。这次设计非常的精湛，也非常的特别。那欢迎2月14号到3月8号到北港朝天宫拜妈祖求平安。这摆北港圆环主灯用竹材结合鹅仔壳来做，纪念严书记为400年前开垦的故事和风景，同时加入北港妈祖信仰文化，希望透过会场和音乐的演奏，和民众无同款的体验。公共巴士啊，可以载着我们所有的乡亲呢，不只是从朝天宫到武德宫，可以在这个镇上呢，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景象，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花灯哦。2026北港灯会要伫咧明仔载起鼓，邀请大家来遮欣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